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张伟民，咱讲真正对台湾友好的一个表现，嘛无国北京的，咱讲反对吼，唔惊中国可能会报鸟翅湾，这是立陶宛吼伫欧洲这国家，因要伫因的这首都吼设立台湾办事处吼，这嘛是十几年来正做欧洲国家吼，咱第一个国家吼，要伫遮吼用台湾的名义来去成立着吼这个办事处啦吼。另外，咱讲到中国当然嘛是气噗噗。 哦，即阵调回这个驻立陶宛的这个大使吼，啊嘛，因的这个中国前外交官呛讲要断交啦吼，但是真正敢是安尼，真正有影无？不过咱嘛看到讲立陶宛的这个总统表示讲啥，因有权利吼自行要决定。 甲倒一国来发展着这个外交的这个关系啦吼，其实咱嘛讲，这可能是未来欧洲联盟共同的这个一寡这个信号。要警告就是讲，虽然这回事件吼是立陶宛和中国双边间的这个问题啦吼，但是咱嘛讲着，嘛反映讲欧洲联盟一寡成员国甲中国一寡关系已经拍歹去啊，某一个程度可能会影响到规个欧洲对中国。 整体关系这个看待啦吼，另外嘛讲到美国伫遮这个角色安怎来去表态？因讲各国拢应该会当决定讲，这个一中的这个政策面貌到底是啥物，啊无受到这个外在这个威胁吼，这个威胁就是讲中国啦吼，所以今日各国拢爱认捌清楚到底一中政策甲中国一中原则。 真正是完完全全无共款吼，未来全国国家，咱讲无论大国也是小国，亲像咱讲立陶宛，伊才290万人尔吼，安怎要甲台湾交往？啊，中国伫遮阵容，伊可能有啥物动作？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中研院后备所研究员林正仪，大家平安。 第二位，咱们邀请前外交官，嘛是咱时代力量国际中心主任刘书杰。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台湾智库执评委员赖义中。大家好。是啦，首先咱们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立陶宛对咱真好。6月时阵就宣布要互咱2万吨的这个疫苗，迄当阵哇，中国就开始咧紧张，开始咧烦恼啊吼。咱们看到讲7月时阵，这个疫苗就随来啊。另外咱讲到吼，上重啊，唔那干咱这个疫苗这个关系尔，咱讲吼要伫双方的这个国内设立这个办事处，尤其用台湾的名义啦吼。中国即阵吼就调回因的这个大使啊，而且呢，咱讲立陶宛驻中国的吼这大使即阵。 北京嘛叫伊爱离开啦吼，这到底会产生什么款？咱讲这三国，咱台湾伫遮扮演什么这个角色啦？咱先做来看。针对立陶宛政府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所谓代表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坚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 中国外交部7日宣布调回立陶宛大使，就是不满台湾要伫当地设台湾代表处，搁爱立陶宛也调回驻中国大使，引起外交震动。不过立陶宛外交部只是表示遗憾，佮表示立陶宛甲台湾发展互惠关系决心。立陶宛国会议员搁伫推特拍爱心。 表示未因为台湾伫立陶宛设处，就感觉抱歉。外长兰斯伯吉斯透露，正咧思考下一步，过会继续维持政策，挡住中国的压力。 Well, we d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our NATO ally Lithuania, and we condemn the PRC's recent retaliatory actions. We support our European partners and our allies as they develop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resist the PRC's coercive behavior. 美国也谴责中国的施压行为，国院佮表示支持其他国家伫当地设台湾代表处。后面反应也回应，无认为伫台湾设处，或者是台湾到欧洲设处，是一件违反一个中国政策的举动，会密切关注事件如何发展。 外交部我们已经注意到有关于中国外交部宣布召回他们立陶宛的驻使，并且要求立陶宛政府要召回其驻中国的大使。 未来我方会密切注意后续相关的发展。外交部指出，立陶宛捍卫国家尊严甲自由的理念，坚定意志，互人敬佩。立陶宛是台湾理念相近的朋友，双方继续一直加强各领域的交流。立陶宛最近除了关疫苗予台湾，也打算秋天来台设办事处，一切拢在进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看到吼，立陶宛要和咱有做伙吼，一寡这个外交的这关系，虽然唔是这个邦交，但是互实这个代表处其实用到台湾这个名义吼，非常这个重大啦吼。啊，有人嘛真关心美国伫遮安怎讲？咱头拄影片内底已经看到讲，这 Ned Price 伊安怎讲？伊讲吼，这表达是这个 NATO 成员和这个 EU 吼共同来遵守的这个一寡吼普世这个价值吼。先来请教这个政治研究员啦吼，安怎看讲吼？美国伫遮先表态，咱也莫先讲这个立陶宛这部分，敢若美国这个态度就好。这个美国伊有安尼讲啊，吼，讲一个中国的政策啊，即逐个国家来自由来解说，自由来定义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款，甲台湾要发展怎么样的关系，吼，所以咱甲这立陶宛来设立这个办事处、代表处，吼，这个是美国全部支持。OK， 伊即个阮有共款的意思来讲，其他国家啊，你讲抑个无以台湾设立即个代表处，阮有即个鼓励的意思。所以咱更重要来讲，美国加即个欧洲联盟，哦，即个以即个所在扮演怎么款的角色？过去即差不多7个月，吼，即个美国的拜登总统，加即个欧洲联盟，吼，的国家。当然有足大的配合合作，吼啊对中国，因为过去这差不多7个月，咱会看见无论以新疆、香港，啊以这台湾这附近，这各有这个疫苗，吼的外交，啊各有这个病毒，到底为倒位出来，都有足大的这个冲突，吼，所以对美国来讲，伊完全是支持。而且，佮希望其他国家会当来参考。有影啦吼，美国伫遮扮演吼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角色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啊，佮回到咱讲立陶宛甲这个中国，这嘛唔是这个干那这个双边关系嘛，可能牵涉到未来欧洲联盟规个这个走向吼。咱嘛讲到吼，这个可能有一寡这个 domino 吼，这个 effect 吼，就是咱讲的骨牌这个效应，可能一个起来吼。买手较早亲中遮吼一个倒，但是中国遮嘛真开始惊吓吼，先甲因的这个大使调转去，另外嘛要求吼这个立陶宛驻中国的这个大使吼，共款爱离开着北京啦吼。咱来看这个外交上的这个意义，有人讲后一步敢真正要断交啊吗 ？Jerry， 我感觉目前要来讲，这个立陶宛甲中国是毋是要断交，可能佫有淡薄伤早啦。OK， 吼。但是有一寡代志，咱会当先来做一个观察，就是讲今仔日吼差不多欧洲时间礼拜3，就是咱即摆即个时阵吼，即个立陶宛的外交部长，迄个叫做做引导迄个吼，伊今日伊伫咧访问的时阵，伊讲吼，伊是希望讲未来即个已经离开立陶宛的即个中国吼，驻立陶宛即个大使会当倒转来立陶宛来。都有欢迎啊！来上班啊，所以我看到迄个新闻的时阵，若是讲迄个新闻是真的啦吼，这都是一个讯息，讲这代表讲立陶宛甲中国目前针对台湾这个代志，针对台湾设处这个代志吼，伊设这个停损点伫对，咱即摆在咧观察，讲因为伊敢讲。伊希望即个 ambassador 吼，即个大使会当倒转来吼 ，return to work， 倒转来上班。这讯息真趣味哦，吼，真趣味哦。因为当初一开始的时阵吼，中国是有2个要求。伊第一个要求是讲，中国驻立陶宛大使你倒来北京，啊，伊嘛离开啊。第2个要求是讲，啊，你立陶宛驻北京即个大使你爱离开，是，吼，啊，但是。伊第2个条件，伊毋是讲去宣布讲，即个立陶宛驻中国即个大使是咱讲不受欢迎人物，咱讲 persona non grata， 伊毋是安尼宣布，伊是讲你甲伊调转去，所以伊是有淡薄有留一个后路，讲吼，我莫甲你赶开，但是你家己你调转去安尼吼 ，OK， 吼，啊，即摆因为即个。立陶宛驻北京这个大使，伊即摆伫咧21天的隔离的时阵吼，所以讲我到底是要走还是唔走？我等这21天隔离了，我再来看。所以讲伊这隔离21天，吼，
嘛真拄好吼，成为即马目前立陶宛甲中国即马外交斡旋一个空间。OK， 到底即个代志吼要安怎来处理？后一步吼，我即马搁咧观察安尼。一个阿索比的空间就对。但是咱讲吼，有当时啊钓大赛是毋是？咱讲伫咧外交上，这个成本上低啦吼，嘛免讲到这个未来这个可能断交，也是这个咱讲可能未来吼，真正牵涉到讲真正要咱讲踢破民主的这个时阵吼，继续搁请教这个宜中教授啦吼，到底吼这个可能会安怎来去发展？咱嘛头拄也讲到，可能是咱讲钓鱼大赛过去是有发生，啊，这可能是美国含这个罗西亚、这个 Russia 定定事常咧做吼，但是这回安怎来看讲中国含这个咱讲立陶宛这个吼钓大赛这个动作咧？就是讲吼，对7月20号开始有宣布讲，迄个台湾甲迄个立陶宛吼，立陶宛要获设这代表处，尤其是以台湾名声的这代表处了后，过20天，中国才开始讲，我要甲我大赛调倒转来啦，啊拜托，我拜托你，吼，叫你甲你的大赛调倒转去，吼。遐拄仔嘛有讲着，讲是毋是甲伊赶出去哦，毋是甲伊宣布讲这是无受欢迎的人物。意思就表示讲，这个你敢是叫伊转去啦，我以后嘛无讲莫叫伊转来。OK， 是安是即款的意思。这表示讲吼，一方面是讲因为迄个立陶宛并无甲台湾建交，伊敢若是成立一个代表处。OK， 啊，实际上这个代表处的意思，应该就是讲甲台湾承认是一个国家，但是无正式的关系，这款的做法。OK， 所以讲对中国来讲吼，啊，迄个伊的照讲也是讲伊因为设立这个代表处。啊，无建交就甲人赶出去吼。啊，其他的欧盟国家伫台湾这即个拢有设代表处讲办事处，这国家是毋是讲中国嘛要甲伊断交还是安怎？所以讲变成对中国来讲，家己吼进退两难啦。是。所以讲，迄个我是感觉讲，伊这20天的即个处理，应该是讲伊希望卖互立陶宛甲台湾建交。OK。所以讲应该是用真侪迄个努力，吼，卖互即个。算讲对中国来讲，这危机升高到变成讲建交。啊，但另一方面，中国嘛是爱做这样动作，所以讲伊甲伊的迄大赛调倒转来，表示讲伊不满嘛。是。啊，但是来讲，我甲我大赛调倒转去，你迄个照常留伫遮，安尼无好啊。所以讲，我拜托你爱甲伊调倒转去。OK。啊，立陶宛的这个外交部长就是讲。啊，我欢迎你转来啊！意思就是讲，伊无想要甲伊的大赛调倒转去啦，吼，所以继续留伫遐啦，吼。啊，所以迄个立陶宛应该是讲，伊嘛是甲伊听说念的讲，我是甲台湾敢是建立一个算讲代表处尔，啊，这嘛无啥，啊嘛无建交啊，我嘛想要维持甲你的邦交啊，所以讲到底是无要建交，无要建交，还是讲维持邦交安怎吼？这是中国你家己决定，这毋是我想要甲你迄断交啊。所以即马即个双方主要的一个算讲以后发展应该是安尼啦。是，我会讲对台湾来讲吼，爱看是讲，因为对即个索马利兰吼，啊甲即个立陶宛遮，即马开始是用台湾的名的即个代表处。是，啊算讲美国伫遮嘛是支持嘛，吼。所以以后敢有可能是讲，台湾伫外口的即个代表处开始吼，嘛，甲即个什么台北吼，改做台湾，因为你看讲台北啊，咱迄个陈其迈市长伫高雄市安怎看？是，啊，算讲咱台北拢有代表处，高雄是毋是应该有代表处？对吧？吼，啊，搁有迄国家伊的这伫台湾，伊都是用迄个派伫台湾的即个办事处啊，就讲法国。伊在台协会就讲伫台湾，毋是讲伫台北嘛。是，所以讲表示讲，连迄个美国在台协会嘛是伫台湾，吼，法国嘛是共款。所以讲伫遮吼，迄个顺理成章，照讲应该是咱派伫遐嘛是用台湾就好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以后是毋是敢有即款的一个趋势吼，这当然是会当来观察。啊，但是我是讲另外一方面是讲立陶宛吼，即件代志毋是干那讲立陶宛即个国家本身尔。因为整个伫迄个中东欧这国家吼，尤其是大家知影讲，对2002年开始有即个16+1吼，16国家中国即个峰会，了后应该是伫2当前开始变成迄国家是即个希腊吼，变成17国甲中国即个峰会。啊，但是中东欧国家真侪吼，拢是。对这个峰会搞了就亚神的，刚刚根本都无结果嘛。因本来有这个峰会，就是期待讲，甲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会当搁加强，吼，会当这个中国投资会当过来迄个中东欧国家，吼。啊，结果发现安一方面啦，
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内底98%，唔是95%，是98%，拢伫这个西欧啊、西边的这个欧洲，算讲这个德国、法国啊、英国啊，这样算讲较发达的国家啦。啊，中东欧无到2%，诶，这个算讲投资，吼。啊，另外就是讲吼，因甲这中国发现讲，这16家讲17家的这个峰会到来，结果安怎？伊甲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的逆差愈来愈大，吼。本来是讲哦，咱爱有这个有来有往，会算讲迄个我卖物件，我会当增加我卖去你遐物件，结果发现完全毋是安尼呢。想讲这立陶宛来讲吼。伊卖去中国物件，差不多迄个1900万的这个欧元啦，吼，无，算讲是3亿的欧元。是。啊，但是中国卖到立陶宛，即摆是差不多12亿要13亿欧元，所以讲中间吼差迄个10亿的这个贸易逆差。是。啊，当然对人讲10亿嘛无啥对无？啊，但是立陶宛本身敢270万人，伊的所谓 GDP 吼，差不多500亿的这个美金，所以讲差不多台湾1/10，所以讲人口台湾1/10。是。啊，算讲伊的迄个 GDP 也差不多台湾1/10。所以讲按你来看，这个国家伊也是讲对甲中国之间有这很明显的落差，是不是？伊就会感受讲按你对我袂好嘛。OK。好，所以讲这个中东欧吼，敢立陶宛尔，那抱怨上大，这是波兰。波兰就一讲到讲，即马200-300亿的这个贸易逆差，我敢挡会掉。是。啊，像讲即届吼，这个人讲17加1内底，立陶宛伊本身就已经对这个会议已经感觉讲无一定爱参加，所以讲即届中国加码，习近平家己出现哦，要参加这个会议，结果嘿17加1变成安怎？17减6啦，就讲有来国家的这个元首吼都无要过去，这来国家包括讲，咱讲 Baltic State 这3个国家，迄个利托尼亚吼，啊 Estonia 啊加这个拉脱维亚，是，啊另外3个国家是多3个国家咧，一个是迄个那个保加利亚，真趣味吼，啊另外一个是 Romania，吼。啊，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是迄 Slovenia，Slovenia 就是讲即马这个为 NBA 一个球星吼，叫迄个当切，迄个江因岛这个，因带就是Slovenia 这国家队吼，伫遐拍这个奥运，所以讲即马已经有迄个差不多2个国家表示讲伊的态度，甲这个立陶宛差不多拢共款，对甲中国这经济吼，感觉讲。真正是无 deliver 啦，无物件入来。啊，所以讲即马造成中国吼，对迄个这件代志，伊会当实力的空间无够。OK。人讲中国拢会讲用迄经济制裁吼，像讲伊对付即个 Australia 共款对无？吼，啊，甲迄 Australia 迄伊的红酒啦，伊的龙虾啦吼，拢我拢甲伊等迄上，看你要安怎。是。结果伊甲迄立陶宛之间呢，即个中国袂去。迄个立陶宛的迄个物件，搁较济，啊，立陶宛卖去中国无偌济，所以讲吼，那立陶宛内底咧估计搁好啦，中国你搞经济制裁，啊，你会当制裁安怎？3亿的这个物件，你叫我卖入去，好啊，安怎？我共款卖去吼，其他后一个国家。我可能转去其他，伊敢若是有的人是感觉讲，也是中国伊禁止家己出口到迄个立陶宛，算讲也是伊甲这个算讲原料这物件吼。所以，敢会当对立陶宛施压啦。啊，对立陶宛来讲，我是买主呢，我是买你的物件呢。你无要卖我，不要紧，我有其他所在来买啊。可能会迄较贵淡薄啊。是。啊，但是这毋是无法度解决问题，这甲我无市场，这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所以讲对中国来讲吼，你要安怎对立陶宛施压？伊讲哦，到遮来，我以前吼创一个真大会议，结果表示讲我有法度来用这经济甲伊买收，结果过10档了后，人对我算讲。刚刚无要信我这套啊，是啊，即摆我想要对伊要做遮的啥经济制裁，感觉佫无工具，所以这嘛造成讲像讲中国即届吼，伊除了讲拜托你甲你的大赛调倒转去，以外可能嘛唔知会当用啥，当然伊会当透过个人的这个政治人物买收吼，来做影响。但拄啊好，即届立陶宛就是讲因的这个执政团队吼，是去年10月选举出来嘛，啊算讲算讲较我正平，是对美国的迄个重视比对这个中国重搁济，所以讲像讲伊的 Homeland Party 都即届这个执政主要这个执政的这个联盟的主要政党，
啊，甲有一个叫做迄 Freedom Party 吼，自由党，啊，甲另外一个是应该是 Liberal 这边的这个阵线，这边所联合的。其中一个注意的所在就讲，这个Freedom Party 这自由党吼，伊东纲，这是人甲我讲，东纲内底就写讲，台湾爱甲迄台湾当做一个迄个主权独立国家，安尼来看待，东纲内底安尼写吼，所以讲注意所在讲。因为这个政党有一个人伫这个联合政府内底做经济部部长。哦，嘿，所以讲我会感觉真侪空间会当来思考啦。是头拄啊，这个吼，这个罗教授所讲到吼，咱讲这个 Freedom Party 吼，其实伊是真新的一个政党，伊讲吼，甲这个台湾吼，唔通甲伊看做是这个中共的这个一部分吼。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这个国家啦吼。另外咱嘛当好好来去观察着，讲咱头拄啊讲到这个17+1啦吼，头拄啊，这个罗教授嘛讲到，其实啦吼。中共过去吼，一再这个做法，就是要甲你讲，我有这个经济的这个实力啦吼，我会当帮助你啥物吼，带来着一寡这个经济这个部分。但是尾出咱嘛看到讲吼，亲像立陶宛吼啊，其他国家有头拄咱嘛讲到6国啦吼，这6国其实因嘛看出啦吼，其实我贡献的你吼，比你吼。你贡献的我搁较济啦，所以我无需要你，我对你的这个经济依赖，我会当吼完全来去做一寡这个避免的这动作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吼，一个真大的这个关键，就是咱讲的2019年，迄当阵发生一件代志，伫咧亚洲咱拢真熟悉吼，迄就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为什么反送中会变做是一大吼反中的这个关键？因为迄当阵因有吼，亲像因的这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因伫因的这个吼首都内底去挺这个反送中的这个运动，无想讲吼可能啦吼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的这个人员吼，使人吼一寡群众去闹场啦吼，这嘛变做是讲哇，过去咱就是讲欧洲国家尊重一个普世价值，但是这普世价值竟然会伫因的这个国内。安尼去用亲门大户啦吼，咱阁先请教这个正义研究员，安怎看这回这个代志？咱头拄也讲到真济这个经济，但是对欧洲联盟来讲，普世价值有影是非常重要一件代志。确实有影吼，因为咱知影这个立陶宛吼，伊甲台湾拢共款，伊这个民主的发展，也是政治的管理，吼，人民的自由。安尼讲，咱差不多93分啦，100分差不多93分。这立陶宛差不多91分。哦，吼，所以伊这个经济唔是介重要的一个考虑啊，吼，但是对中国伊安那伊内部，不管是新疆，还是对香港，伊一寡做法，吼，伊有足大的反感。OK， 所以伊会当来考虑着讲，伊要甲台湾来发展关系，那就其他。欧洲联盟的国家，无论法国、德国，吼，还是捷克，还是这个美国，是，吼，加拿大，足个国家拢共款有甲台湾，有这代表处于台湾，是，只影这个立陶宛无法度，吼，以台湾来签入伊的代表处，吼，所以中国是安尼讲啊，吼，中国安尼讲就是讲，这立陶宛的外交部，吼，有。这外交部的声明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啊，立陶宛吼，所以中国就用这句话，一个中国的原则，伊讲一面讲一个中国的原则，一面搁要以台湾，搁用台湾的名誉，吼，和台湾以这个立陶宛来设立这个代表处，吼，所以咱看起来是讲中国也搁有一寡。后部啊，这个后部就是讲无一届做足绝就对啊。OK， 所以等到也个无需要行到这个地步吼，爱去看，爱冷静来看。是，以这冷静来看内底，就是对咱台湾来讲啊，吼，咱来把握吼，就是咱过去安怎做，是，咱阁继续安怎做，那做低调，是，唔是去刺激，但是。咱一步一步来巩固、来落实，所以这立陶宛，我是希望啊，希望讲，安尼讲有挑剔啊，吼，伊会当将伊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变成伊的一个中国的政策。OK， 以外交部的声明内底，小可解一下。OK， 小可解一下吼。继续来请教 Jerry 吼，咱讲到这个外交上的这个意义，头拄咱讲到这个大赛，其实也有一寡这个春秋的这个空间。咱嘛讲到，其实代表处是这个建交的
几粒步啦吼，所以要行到这步，其实要有真大这个拍拼这个空间吼。啊，今日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平面媒体还是较亲这个中国，伊是安怎写？伊是讲吼，哇，这个可能这是台湾和美国吼，要甲这个这个中国的邦交国，一个咱讲破汤的这个效应要甲伊拍破。啊，伊是第一个啦吼，啊，小连续可能就真侪国家安尼吼。啊，但是这篇文章吼，嘛有人真侪批评吼，你安怎看咧？我咧想，中国上届烦恼是咱讲拄仔讲到即个骨牌效应啊，因为即个变讲，若是立陶宛即件代志，中国无足强势个先压好掉，可能立陶宛以后阁有别个国家。是。啊，立陶宛即马全国吼，伊是对中国非常的感冒吼。咱来看即马，咱即马咧看即立陶宛甲台湾即个关系，其实吼。台湾即摆并毋是立陶宛全国上界重要的议题吼。OK。即摆立陶宛全国上界重要的议题是伊甲即个白俄罗斯即个边境、即个非法移民即个问题吼。因为立陶宛伊即摆就是咧讲，是安那你白俄罗斯要放遮尔侪人为即个 border 为即个边境吼来到这立陶宛啊，为着要处理这超过4000名4000个即个咱讲非法或非常规即个非法移民吼，也开真侪钱吼，所以伊昨欧盟执委会打宣布呢吼，伊要提供即个3600万欧元啊，3600万欧元，互即个立陶宛来处理即个为白俄罗斯即个边境到立陶宛即个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即摆，包括这立陶宛外交部长甲总统因的推特啊，逐工拢咧写讲，伊非常的感谢即个欧盟即个国家吼，提供即个资金甲资源，互因来处理即件代志。所以，规个国家立陶宛即摆是对中国非常感冒，因为白俄罗斯的背后，就是中国啊，所以因拢非常的感冒。像迄天，中国宣布讲要来制裁即立陶宛的时阵，有一个立陶宛的议员，伊都有写推特，伊就写讲，啥中国要选伫即摆即个时阵来出手，因为今日是阮立陶宛的即个议会，即个国会啊，召开特别会，要来处理即个白俄罗斯即个非法移民的代志。啊，即个白俄罗斯的配合，即个引武者。就是中国，啊！你今日中国搁出手，啊，是不是要互阮足歹看？哈，所以规个立陶宛吼，即马咧看中国是非常的感冒。啊，搁一件代志是，差不多伫昨甲昨日啦，吼，中国即个辽宁地方法院啦，吼，当宣布有一个加拿大人啊，叫做Robert Schellenberg， 吼，伊前几年讲有一个走私毒品啊，吼，啊，去用中国去掠起来。即个辽宁地方法院吼，伫昨日甲伊判死刑啦，判死刑哦。你爱知影讲，规欧盟吼，欧盟是即个反对即个死刑的啊吼，所以阮就看到即个欧盟外交部即个发言人，伊就公开讲吼，阮谴责中国甲即个。加拿大籍即个公民判死刑，伊就呼吁吼，即个中国即个法院啊，应该从宽量刑。这是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是昨伫辽宁省丹东地方法院吼，嘛判另外一个 Canadian 吼，是叫 Michael Spavor 吼。伊是伊甲另外一个 Michael， 伊叫 Michael Cover， 这两个 Michael 是2018年的时候伫中国去用掠起来，去用掠起来。可是昨呢，辽宁地方法院佮判这个 Michael 吼，因为有间谍罪，判11年。啊，这个两个 Michael 是因为这个加拿大这个孟晚舟事件才发生的吼。啊，我拄仔讲这个判死刑这个 Schellenberg， 甲这个 Michael 这两件代志。真趣味哦！立陶宛外交部拢伫推特内底吼，公开去声援加拿大政府哦。所以你都可以看出，规个国家其实对中国是非常感冒，因为感觉讲奇怪，你即摆是安那？立陶宛是要徛伫即个咱讲民主甲人权即个方面啦吼，所以你嘛可以看到讲，差不多在今年5月份的时阵吼，立陶宛的国会。嘛通过一个决议案哈，去谴责中国，伊讲你这处理
回教徒这个代志，你安尼唔对吼，甚至吼伫立陶宛国内，伊这5G network 啊吼，本地是用华为，伊今年嘛宣布我无爱，伊个换做用另外一个瑞典的一个公司叫 Telia 吼，是毋是嘛？所以你就感觉讲，伊即摆对中国是非常的有戒心，有安尼一个氛围啊，所以咱讲着吼，这个规个咱讲中国的这个做法吼，其实引起着这个欧洲国家，尤其咱头拄像 Jerry 所讲啊，几件事件吼，亲像讲连加拿大吼这件事件内底吼判死刑这件代志，伫因200多万人来讲。这是因吼对吼普世价值一个吼认捌一个吼价值的这个宣传吼，所以哦对着吼头拄嘛讲到这个华为吼，甲因做禁止啦吼，所以中国本地吼要哦制裁咱讲立陶宛，但是反倒当也是立陶宛咧制裁中国啦吼，其实有真侪种这个真好的这个思维，当吼互咱去做参考啦。共款头拄迄个问题啦吼，咱头拄讲到 NATO 和这个欧洲联盟吼，其实咱讲是上大吼，这个美国这个声明内底啊，其实头拄迄个问题是讲啊。台湾和美国即阵联手咧乌遮的这个吼中国伫咧欧洲的这个邦交国吼，但是即种声明嘛是完完全全唔对的声明吼。继续请教罗教授。我想当年中国到来，伊开始有一篇文章，应该是咱联合报有出来嘛，就是讲，敢若亲像讲，这是即台湾甲美国咧联合来对付即个中国伫迄个欧盟，还是讲欧洲这个国家吼。是。啊，当然，即个中国是认为讲这个国家，尤其是中东欧这个国家吼，会转向，主要是讲美国伫后壁来塞人。啊，但是是你家己伫2012年的时阵，你家己去找这个国家创一个16+1嘛，到来变17+1。啊，伫这个16+跟17+内都搁特别吼，你。找即个欧盟国家非欧盟国家揽做伙嘛，啊，伫遮就是要想去创造一个新的即个集团啊。是，就是讲对欧盟来讲，看到你创这16+个17+1，这布鲁塞尔这Brussels 遐都一直咧警告中国讲，你莫想要去分裂即个欧盟。吼，所以讲欧盟遐已经有咧很警惕即件代志。啊，了后伫尤其是你伫即个16+1，还讲17+1吼，你根本都无 deliver 吼，你根本都无真正甲你进前讲即个经济的即个好处吼，有甲大家分享。是。啊，我会记哩吼，即件代志是迄个敢亲像我伫2008年有一个机会吼，是去 Poland 迄个所在。是。啊，都我就真正是伫我亲目睭亲伫遐亲听到。即个。Poland 伊即马现任的即个迄当阵的即个非常资深的官员，就开始讲即个中国吼，甲中国之间的经济的关系无法度 sustain， 无法度持续下去，因为即个贸易逆差都愈来愈大。啊，结果伫遐有算讲伊会较资深的，以前做过派驻中国大使的即个外交官，吼已经退休啊，啊，就伫遐讲，啊，但是咱爱知影讲即个国际吼，即个经济即负赖嘛，无法度讲，敢若讲迄个贸易逆差，还是讲顺差即件代志啊，伊各位大概就给弹倒转去讲，也是讲吼，完全拢照经济吼，咱唔免创即什物16+1啦，吼，啊，咱就照以前安尼行就好啊。啊，为着即个要创这16+1，就是为着要处理即件代志，想要互Poland伊本身对中国伊个算讲伊出口会当增加嘛。哦。结果无增加，反倒等逆差咧增加。是。啊，迄个中国嘛无投资，所以讲伫遐吼，我就看讲现任的官员甲进前的官员之间面对面伫遐抢啦。是。我面头前咧抢，我唔知影讲是搬互我看是安怎。啊，但是就是讲会当了解，起码就是讲，即马因的即个对中国态度，甲过去是完全无共款。吼，所以讲都要讲到，咱即马讲即个那个立陶宛的代志。为什么我是感觉讲，这唔干那是即个立陶宛本身，整个中东欧内底真侪国家拢差不多即款的感受。是。咱知影讲，中东欧这国家因拢是 CEE 吼 ，Central Eastern European State。因这国家内底，即马有12个国家伫内底，是整个欧盟内底拢总27个会员国，所以讲这12个国家吼，也是讲伊的态度有这款这样上重要一个转变，伊对整个27个这欧盟的国家内底这影响是安怎？这咱要注意哦。啊，另外一个是讲，即马欧盟伊的这个议会吼，
即个组成。咱知影讲，无论讲是德国，还是讲迄法国，因所要主导即个欧盟议会内底吼，诶，即个 election， 因的迄个政团，拢因的实施拢伫咧下降。反倒等变讲，伫即个欧盟内底。咱知影真侪，咱讲疑欧派，讲无想要踮伫欧洲的，吼，无想要踮伫欧盟的即个政党，伊的声势有咧起来。OK， 即摆现在内底支持要留伫欧盟内底国家，反倒等是以即个中东欧这国家为主力。哦，所以讲变成讲，也是讲你要想讲维持即个欧盟吼。因为这个国家即摆变成讲要主张迄欧盟要会当咧南做伙，大家斗阵来拍拼。是，你那需要因的声音啊。所以讲这是变成另外一个方面。为什么中东欧这个国家即摆对台湾，还是讲对自家来讲非常重要？对美国来讲嘛非常重要。是，唔是干讲哦，看讲迄算讲历史诶，干270万人，哦，甲台湾差不多高雄市讲台中市同款。啊，算讲中东欧内底上大两个国家，一个是波兰啦，啊，一个是 Romania。是，吼，那这两个国家算讲有几千万人的人口，吼，啊，但是其他拢细细啊，美国都对你无重视嘛，毋是安尼。国较拄好就是讲，波兰啊，甲 Romania 这两个算讲中东欧内底上大这两个国家，是反倒等是这国家内底上对美国亲善的。哦，嘿，所以讲拢总的这个发展，我是感觉讲，咱莫看轻吼。利斯维尼亚这个转向，因为将有可能会有骨牌效应。OK， 但骨牌效应无一定是讲咱期待讲哦，甲台湾还是讲建立代表出来是安怎？但是因对中国的这个不满甲反感吼，这个所在是一直咧发生。是，所以讲咱是要安怎来利用这个时阵吼，所以讲对台湾较有利，咱来扩展，尤其中东欧这个所在一个据点。有影吼，真正把握这个 domino 吼，咱讲 effect 吼，这个骨牌的这个效应伫吼。啊，咱讲吼，伊已经开第一枪。其实咱讲去年吼，咱这个 Czech Republic 因为这个议长吼，同款来到台湾，其实嘛是有一战这个意义啦吼。咱可能买手会当好好来去讨论一战啊。啊，咱嘛讲到吼，对台湾真好的这个表现吼，伫咧2020年，因这个新的这一种联名吼嘛支持。哦，台湾吼为自由奋斗的这个人士啦吼，另外这个共款伫咧3月时阵，今年吼对台湾嘛是要有一个这个 forum 一个论坛，另外计划吼和台湾要拓展关系啊，创立吼这个设立这个商业的代表处啦吼，啊，塔罗克事件时阵，这个立陶宛的这个外交部嘛伫 Twitter 吼表示吼这个第一，另外。这个卫生部长吼，因嘛是支持咱迄当阵吼受到打压的这 WHO 咱的国际参与，另外就是吼要吼送咱2万吨的这个疫苗啦吼，啊咱嘛讲到吼，这个7月时阵嘛允准用台湾的名义来复设代表处啦吼，嘛是这个欧洲吼10几档来这个第一国啦吼，啊咱讲伫咧欧洲遮吼，这个办事处其实吼也是讲咱有这个邦交咱校定吼一个啦吼，啊未来咱嘛望讲这个立陶宛这阵设代表处以后。未来吼，行向这个邦交的这个部分来去做进行，但是咱头拄有讨论过，这步有影吼，也个真大步啦吼。咱嘛吼来看讲这个代表处这个部分是毋是会当去打进前，先做来看。欧洲国家立陶宛进行宣布要捐予台湾2万剂 AZ 疫苗。年底进前，阁要来台设办事处，外交有进展。外交部20日表示。会伫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也是自索马利兰了后第2个以台湾为名字的代表处，阁是欧洲国家第1个对台欧关系有重大意义。是继2003年在斯洛伐克设立代表处之后，回归18年，再度在欧洲国家设立代表处，凸显台湾积极拓展与欧洲各国实质关系的决心，更是台欧关系的成果展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外交部表示，未来甲立陶宛伫经贸产业等科技领域有互惠互利合作。目前主管也咧找找适合的办公场所，准备好就会对外说明。立陶宛来台设办公室的时间是尊重立陶宛。美国在台协会也对此表示肯定，认为所有国家应该有甲台湾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甲拓展合作自由。另外，说来去代表处是毋是拢将使用台湾名字咧？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无伫欧洲推动改名计划。深化台湾和立陶宛的各项关系是我们的主要工作。那目前并没有推动在驻欧各馆改名的这个计划。
立陶宛甲台湾无邦交是中国的邦交国，不过最近甲中国关系恶化，中国是真侪摆打压台湾外交空间，进前盖亚那设办公室都安尼破局。另外，也逼台湾主管改名，完整有7个台湾非邦交国，包含杜拜、巴纽丁使用中华民国，也就是台湾名字的代表处。目前只剩15个邦交国政府咧使用中华民国，另外非邦交国索马利兰使用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是，咱无论看到讲咱这个代表处啊，还是讲吼有这个邦交的这个部分哦，用什么名义吼，即阵嘛提出来这个讨论吼，咱讲要用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吼这个名义来去吼做这个办事处，还是讲这个有吼大使馆的这个部分吼，啊嘛用这个台湾，他都有这个吴钊燮，他这外交部长是讲无要吼大规模来进行改名吼，但是咱嘛讲着吼，这个有当时啊物件是爱低调来去进行，咱先请教这个郑教授，安尼的这个讲法，咱敢同意咧？这个。一步一步啦，吼，安尼讲有法度用咱正式的国家的名义，吼，以这个教廷，吼，中华民国，吼，啊，这个台湾，吼，当然也比这个中华台北更较好。咱会当看去这个东京的奥运，吼，连这个选手本身唔惊咱台湾的，其他的国家啊，足侪国家的报纸，都特别来讨论。啥讲台湾袂当用台湾，是爱用中华台北，吼啊，这个 ROC 是这个俄羅斯 Russia Olympic Committee 吼，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名譽是足重要，啊，但是咱爱拿一卡步来加这个立陶宛啊来代表处以后，吼，比如说咱加这个立陶宛，吼，唔惊有这个体育这个协定，吼，教育。交流，哦，啊，搁有这科技，OK，诶交流，咱的科技部，这较早就慢慢，吼，啊，搁落实，吼，所以咱头先看起来讲，这个立陶宛伊的总统甲伊的国会是，拄啊，当选出来都无偌久，2019甲2020，是，伊的总统有5党，啊，这国会议员是4党，是，哦，所以伊。过来3、4党内底，咱会当好好啊巩固这个基础。基础甲拍好在啦吼，啊继续共款请教 Jerry 这个问题啦吼，咱代表处其实美国你过去嘛吼，这个大过啦吼，咱代表处共款是用着台北这个吼文化办事处还是这个经济办事处这款这个名义来去进行啦吼。澳洲头拄啊这个吴部长嘛是共款讲着这款这问题，啊嘛是有一寡这个难处啦吼，但是头拄啊这个郑教授嘛讲着，伫咧东京奥运大家这个需求可能是产生啊，啊针对着这个外交上啊，是讲吼无共各地头吼，这全世界这个咱的这个代表处也是这个邦交这个部分。安怎来去进行咧？那是当用台湾这个名义哦，当然是上界赞啦。我嘛希望讲以后未来咱伫全世界拢是用台湾这个名吼。咱讲迄个 TRO 啦吼，台湾代表处，我台北代表处 TRO 是1T3表。1T3表，因为这个 TRO 即马伫目前咱伫全世界这个各驻外馆处有3种意涵啊。第一种就是咱拄仔讲伫索马利兰，这是用台湾代表处吼，这个台湾吼代表处，这个 T 是台湾吼。第二种是大多数，比如讲伫英国、爱尔兰、欧盟、波兰，这种是用台北。OK， 台北代表处，这个 TRO 这个 T 是台北。啊，立陶宛这是第3种。台湾意思。咱即马就是全世界，都立陶宛这个，若是真正有实情啊，是唯一一个用台湾意思。OK， 伊唔是台北，嘛唔是用台湾，伊是台湾意思。台湾人的对吧？对，所以我拄仔讲这是1T3表 ，TRO 是1T3表。OK， 所以。到底立陶宛这个案例，这个国家是不是会当成为讲咱以后伫欧洲，甚至讲伫全世界，咱来设驻外馆处，咱都是用这个名义吼，这非常的关键嘛，非常重要。但是立陶宛会当把这个压力吼先降好掉吼，挡好掉吼，以后反射吼，因为当然咱部长是真保守的，伊无可能。伊无可能即马讲啊，立陶宛伊若是用即个台湾的时阵，以后伫全世界、全欧洲拢用即个嘛，伊无可能安尼讲嘛，因为安尼讲就伤过挑衅啊嘛。但是若是有法度用台湾例子的话，是毋是未来咱伫欧洲嘛是会当
就算讲这个国家和中国有邦交，咱嘛是会当卖用台配，咱会当改用这个台湾逆子。所以讲，立陶宛这个国家吼，咱讲伊其实嘛无细啦吼，咱讲伊可能伊的人口是270万，但伊的面积是比台湾国较大啦。那你会使讲，伊是small but mighty。OK。它虽然它面积没有说很大，但是伊非常会跟巨人一样。OK。我直接要向各位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个1990年的时阵啊，1990年立陶宛是全世是这个第一个为苏联脱离宣布独立的国家。是。迄个时阵，全世界拢咧看立陶宛，你凭啥？这小个国家，你是有啥物款的勇气来做这个代志？是。1990年，1991年2月4号，伫《纽约时报》有一篇读者投书啦，伊就讲在波罗的海冰岛让西方国家感到拍摄因为迄时阵1991年的1月份，冰岛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承认讲立陶宛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咱就把这个冰岛承认立陶宛，这个咱讲是冰岛时刻，讲这太伟大。那是无当初冰岛有这个道德勇气啦，去承认立陶宛迄时阵啊，这个苏联解体会安那，我们也不知道所以，阮即摆都是咧期待，到底是不是会当看到这个立陶宛时刻，咱台湾的立陶宛时刻会当来发生。那是立陶宛会当把这个压力讲好调，未来是不是？咱莫讲这个台湾甲立陶宛会建交啦，就是讲是不是会当有愈来愈好的发展是。我即摆咧看这个办事啦其实有几啊种剧本咧走，剧本咧走啦比如讲，对台湾来讲，上介好的剧本就是讲，行到尾啊，台湾甲立陶宛建交嘛，这个立陶宛甲中国断交嘛，但是讲有另外一种的剧本，就是讲，可能讲，敢会讲立陶宛伊甲中国讲好啦，你这个大赛先叫回来啦台湾这个要设处无我甲台湾讲因这个台湾逆子改台北安尼好无？这嘛是有一款的，这嘛是真大变化呢。这嘛是一种的剧本。OK。对台湾来讲，我坦白讲，这嘛是比盖亚那较好。OK。对不对？伊虽然讲无用台湾逆子，但是伊嘛无讲你袂当来设这个处嘛所以而且恁若是改做台北咱讲较无输赢，嘛是甲这个波兰、欧盟、英国用同款的名尔 ，OK， 对不对？但是基态上都差别啦。当然嘛是讲，咱会当希望讲这个立陶宛时刻会当发生，咱嘛是坚持用台湾的这个名。我即马就是讲，伫外交上有几啊种剧本咧行即马就是讲立陶宛甲中国，伊即马咧斡旋嘛，讲即件代志，咱要安怎来个做收煞呢？是，所以过来请教罗教授。什么好的时间是咱的这个立陶宛的这个时刻，还是讲咱来做才有当进到迄个时刻内底去？我是感觉讲立陶宛即马想要甲台湾算讲透过这个代表处来建立关系应该就是看咱安怎实质化这款的关系。是。实际上虽然讲真侪人台湾算讲感觉讲立陶宛甲台湾足远的嘛算讲这个国家有的人嘛，感觉讲唔是讲真大，但实际上伊土地是台湾2倍嘛。有影。但另一方面，咱就安尼想，就是讲，咱敢参与甲也是讲高雄建国咱高雄国的关系嘛，要安怎来管理啦，要安怎来强化就安尼来想，安怎甲立陶宛啦。OK。所以讲，照你来看迄个立陶宛这个国家伊本身的这个算讲。伊的 GDP 差不多台湾1/10，因为人口差不多台湾1/10嘛。是。伊本身的人的迄个人均所得嘛，差不多要2万美金。所以讲，唔是讲真散车国家嘛是这个国家已经进步到一个程度所以伊所需要什么爱伫的物件，
唔是甲一般吼，所以讲也真侪即个咱讲这个商品贸易啦，这款的物件，可能是讲更较关键处的，像讲是伫文化，是伫即个体育，还是讲伫科技这个所在合作，会当创造一个新的价值，这款的物件是因所爱。OK， 嘿，所以我是感觉讲，伫遮吼反倒等咱爱想，唔是讲咱要甲中国安怎比，算讲经济即个贸易数量是多少？是讲透过人甲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尤其是咧台湾即马吼，失业率其实也不低啦。OK， 所以讲安怎甲就像讲，因的人来遮吼，包括讲会当来遮来读册，也是讲甚至因嘛有算讲真侪真好的这个科技的人才嘛，因嘛来遮食头路也是安怎吼，来帮助阮这个所在发展。咱嘛甲有真侪其他的所在合作。我是感觉讲，就讲用这款的这个思考，唔是讲。安怎卖物件就过去啦，还是讲当然伊嘛是希望讲台湾有投资啦。台湾投资吼，对这个国家来讲，有投资有这个创造就业吼，都有效果。你唔免讲你爱投资真侪物件，是，你唔免讲你投资爱几若10亿来表示讲咱真厉害，唔免去管的。你有一个算讲一个工厂底下吼，算讲一届 employee 差不多200-300人，对你来讲这就是不简单的嘿。OK， 所以讲我是讲真侪人咧讲着讲，无论讲经济讲其他所在即个合作吼，甲这国家是安怎来创？但是你会看这个规模，实际上嘛无讲遐尼困难。是，嘿，因为伊甲台湾之间的相似性足悬的。嘿，所以我是讲，我是讲，即马安怎甲实际化即个物件吼，因为也是讲咱甲伊的关系。因为安尼，互即个立陶宛伊嘛感觉讲有利益，是，所以讲变其他的国家吼，伊嘛看到感觉讲，甲台湾之间的关系建立对伊嘛好啊，所以讲这个雪球效应是安尼才会出来。是，就是这个实际吼，譬如讲人才流动也好，也是讲咱伫咧软实力，甲因有做一寡这个季节吼，大家搁回想一下吼，当咱过去关喙暗或者立陶宛的时阵，咱讲这是一个善的这个循环。当咱伫咧本土疫情冲起来时阵，因买手无像咱讲这个美国也好，还是这个日本也好，一个手就关几百万的这个疫苗，但是伊关2万，按照伊这个人口数来讲，嘛是真大量啊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咱伫咧2万，迄当阵咱伊要关乎咱这个2万档的这个疫苗的时阵，其实伫因的本国这个媒体内底，其实无差着真大波的，颠倒是几工了后，咱真侪台湾人这信心吼，捐钱去帮助因的这个病院也好，还是讲因的一寡这个医疗机构也好吼。颠倒去了吼，有一寡这个效应，讲哇，遮尔大条这个钱，可能迄当阵欠这个几百万，哇，我这钱一个手就够啊吼。这其实嘛是咱讲吼，伫咧无共款意义的吼外交头顶啦吼，这个人民的这个外交头顶吼，上尾咱来请教这个郑教授，安怎来看讲吼，这回这个事件吼，对台湾这个启示啦吼，嘛讲到吼，这个其实咱伫咧欧洲嘛起到一寡这个效应伫咧啊。我咧想重大启示就是讲台湾。民主，台湾安怎来管理？台湾的科技，台湾的资讯，一寡能力，吼，这个拢有法度来甲这个立陶宛来结合起来。是，这个立陶宛伊上厉害的，就是这镭射回收啊。哦，镭射回收，咱处理这100来种，吼，就是伊差不多是全世界，上济上好的。OK，所以镭射。资讯科技，这种会当来合作。但是更重要，这个民间唔是政府的，民间的力量，透过民间人民甲人民，专家甲专家，这个有法度来建立2个国家。咱有共同的价值，对香港，对这个新疆，对这个中国的内部，对中国所做的代志，对这个病毒。咱来吹会当来检讨。我看这个是足重要一个一个努力的方向啊。中国会拄到足大的困难，因为这个拜登政府，伊要来宣布伊对中国这个病毒的调查的报告。是咱我记这个节目咱要讨论过，这立陶宛是2万档，对，但是落尾咱就看到其他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都完全照这个这个立陶宛的这个模式，立陶宛这个模式来协助台湾。所以台湾
努力来打拼，啊，调在做好，啊，无需要以咱的嘴内底讲一寡刺激的话，哦，即我感觉这个一步一步会当改变足济，因为咱有一个介大的帮战，这介大帮战的，即中国伊安那来乌白做，安那来霸凌其他国家，哦，安那来对付伊内部的人，哦，这个是互咱有种足好的机会。是啦吼，这个中国欺负咱台湾，还是欺负甚至伫咧欧洲国家。其实咱讲啊，立陶宛这个小国吼，真正嘛是看出啦吼。立陶宛过去咱头拄也讲到吼，有这个立陶宛时期啦吼，啊伊面对着这个罗西亚吼，就是这个 Russian， 因安那脱离啦吼，其实因的这个情感甲咱差不多共款吼，因300万吼，差不多300万的这个人口，甲咱台湾2300万人，啊其实咱讲吼，真正非常的这个面对着压迫也好，面对着吼这个中国，还是讲这罗西亚的这个拢总共款有这个情感上的这个牵扯伫咧啦吼。虽然讲未来可能是毋是后一个这个立陶宛，亲像讲吼其他这个吼波罗的海这个吼国家，是毋是有机会吼，嘛是向中国安尼一个说明讲，哇，我就是无要搁依赖你啊吼。这嘛是咱搁会当好好啊来去观察。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所有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多谢。